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5AM 新闻，我是嘉豪。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桃园病院伫昨昏增加2个确诊病例，是进前咧住伫咧12楼的外科病房患者甲家属。指挥中心也表示，讲这2个感染者伫确诊进前有出外去拍球甲看医生，目前甲因接触过的人拢已经居家隔离啊，而且因所去过的店家也拢进行全面性的消毒。也因为感染源到达，也佫是找无，目前甲11楼的护理之家全部拢爱列做是采检的对象。医院确诊个案捌去行卡到，环保局人员去店头协助环境的清洁甲消毒，其中专连桃园门市消毒了后，会暂时甲便所关起来，米铺路嘛停用。国内礼拜新增加的个案，889甲890例，是伫1月7到12之间，伫步入桃园病院住院，也佫有陪病。2个人倒去处理了后，小连续出现症状，采检了后确诊。不过，这2个人甲进前以来确诊者并无直接接触，嘛伫病院无共流产。指挥中心经过1天的疫调，也是找无感染源。回溯2个人伫公共场所的行踪，1月19早起去桃园8地大南仔市场，暗时去经国路的盐茶食饭；21尾仔去专连8地东涌店；22下晡2点外去8地手工芳店；23尾斗佫一摆去8地大南仔市场。另外，伊嘛捌甲朋友做伙去拍球。指挥中心目前已经掌握相关的接触者，嘛要求爱居家隔离。他的足迹是有看病，那我们已经把所有在同时间在看病的，那前后的所有的病人都已经列入居家隔离，都已经完全都，那医护也完全都列入居家隔离。那至于在打球的部分，相关全部的人员，全部一起的球友，那也都列入居家隔离，那也都采检。感染源不明，指挥中心回溯1月7日到19，步入桃园病院出院的患者，甲陪病的人，也佫有做伙住的人。另外，包括照顾过暗号889病院外科部，全部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这个病院感染的事件，已经有2991个人去互隔离。按算全案隔离的人数会到5000人，但是中共因为隔离的人数大增加，1922的专线真侪人卡，接通的几率敢若有3成。目前已经紧急调派卡手应用。也若是安怎，这波隔离是以家庭为单位，但是中表示，因为这的人早就等去处理，也有社区。因为这些相关的病人都已经回到家里面，大家都已经处在一个如果有染疫的话，都处在一个共同风险之中。那如果再往外来，再把它区隔来，那增加社区的风险。那我们觉得2项来比较，那我们做这样以户为单位的一个隔离。步入桃园病院已经列入高感染风险红色的区域，不过11楼的护理之家出防排除伫红区外口。指挥中心表示，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楼站是独立运作，不过为了谨慎，49个住伫内底的人，也佫有40个医护人员，拢已经安排采检。但是中讲，这个病院感染的观察期可能要到2月7日以后。营养特别过年啊，侪伫外国的台湾人会倒转来，最近嘛会甲各部会讨论相关营养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病院群聚感染事件，自爆发到今，已经有15个人感染。桃园也当咧追踪5000人，要甲因列做居家隔离加采检的对象。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讲，校官的学校辅导课程对今日开始是全面停课，中教机构也暂停探访3礼拜。另外，伫咧桃园市内，今日要开始进行大消毒啊。一手防疫物资等待分装，报道群聚感染疫情一直升悬，地处隔离对象扩大到5000多人。桃园市家警卡部发送地处隔离通知书甲关怀包，并且成立联合服务关怀中心，协助隔离民众就医甲生活需求。整个桃园市也增加了这个电话通知的相关的一个人力。那针对需要做这个居家隔离以及关怀包的发放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尽速的来到社区里面，针对民众的住家来尽速来完成居家隔离通知书以及关怀包的发放。疫情扩散效应，桃园车站4号位冷清清，唔那观光人气缩起来。车站4号位的相关客运车也晚探行李派走。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跟过去比起来差多少？普通排都是差不多20几分钟吧，所以差了4、5倍哦。对，连飞机落车嘛无多。嘿，感觉疫情有感觉较严重。我载人客外地人客讲我都唔敢来，不得已才来。为了减少群聚风险，桃园市长郑文灿伫校府头一天紧急宣布停课，即日起包括家长活动甲校园场地暂停开放，桃园长照机构也暂停探视3礼拜。
各学校要把寒假的这个活动包括像寒辅、像营队、像志工或者家长会的活动同步来停止。那停止以后的替代方案由各学校来决定，像是线上的课程等等。临时接到停课通知，学生欢喜，家长是有淡薄仔袂赴欢迎，但过普遍认同防疫第一。太爽了！对啊，不用上课不用上课很开心，但是因为防疫问题停课，这周就很矛盾。大概10点，学校教务处打电话来通知10点半来接小孩。那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不方便？还好啦，我觉得为了安全。只是我们是9年级生，他们要会考了。所以对啊，就很紧张，在家里会不会放松？可是防疫优先啦。消毒烟雾、烟架盆、汤圆即日起进行全市大消毒，包括车站、市场、学校、病院等人聚集的所在超过360个点，将伫1礼拜内完成消毒作业。接落来将迎接农历新年，汤市府扩大规模紧急应对，希望下当尽速切断疫情扩散链。记者综合报道。在咧桃园病院群组感染事件当中，也出现找无感染源的病例，规个病院也已经封列做是高度感染风险的区域啊。虽然疫情指挥中心要甲5000人列做是居家隔离对象，不过区公所也烦恼讲，若准是隔离的人数愈来愈多，防疫物资可能会开始出现无够的问题。你们有被通知到吗？卫生局另外一直打电话，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扩大特殊隔离的包含对象，人数差不多5000人。桃园市各单位拢真无用，是因为即阵也有确诊者的感染源不明。桃园病院规栋的大楼升级真多高风险的红区，已经达到780个。那如果今天加上去这5000个，那量一下子成长非常大哦。因为桃园病院急诊门诊拢停起来，敢若收复诊的民众。桃园市卫生局长讲，医疗量能有下降情形。而桃园的民生病院为着互民众就医更有保障，设立户外的防疫门诊。即要去过桃园病院的民众，要看病拢爱先来遮报道。桃园地区曾经去过布桃的门诊患者，做一个适当的空间上的区隔。地处隔离的人愈来愈多，加上隔离即要到啊，敢若对海外返来台湾隔离的人数，就已经互桃园区公所准备防疫包真无用。第一个，你物资就还没到嘛，这是一个问题嘛。然后再来到了之后，你还要分装，怎么装还是一个问题。公所另外也烦恼，隔离的对象增加遮多，现有的防疫物资也无够。这时阵，佫传出桃园的龙安派出所介入型警察伫介护犯人了后，隔工就出现无爽快。家其中有一个女警在19号那天喉咙有稍微痒啊，她有自己到医院去啊，可是也自行筛选也是阴性的。桃园分局代理分局长讲，捌因为处理案件，介护探病、看诊、甲提药啊，去过步入桃园病院的警察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其中29人也在自主健康管理，已经有8个人解除管制。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桃园按算要甲5000人列做是居家隔离的对象，也因为桃园到基隆这个北部地区会当讲是共一个生活圈，进新北市要列30人，基隆要列2个人爱进行居家隔离。另外，新北市宣布讲，对今仔开始袂当去到病院探病。新竹市是宣布讲，室内100人、室外500人以上活动，拢先来停止办理。桃园市扩大5000人爱地处隔离，大台北地区加桃园真侪共同的生活区加强警戒。25新北市接到通知，即阵已经列出30位市民爱地处隔离。新北市内54间的病院，即日起也袂用探病，陪病的人只限制1个人，几人请2个人列管。台北市长郭文铁强调，中央地方应该爱参详每天开放入境的数量，避免增加防疫压力。到今天下午1点，我们还没接到中央提供的名单呢，中央跟地方要商量一下，就是说你每天放进国内的人数要多少？不断的去强化医院的演练，而且在分仓分流、全面的消毒，尤其有18家的责任急救医院，有专收 COVID-19 的这些专责区块。郭文铁讲，台北市的病院会参照桃园病院分层分流、专职后备甲薪水保障等，按照中央指示，每天调整台北市的防疫做法。另外，伫桃园的新竹市也宣布停办室外500人、室内1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好好停止社团，也有活动营队以及涵盖辅导、身心障碍后大型机构也暂停去探视。各校不管是社团或者是活动营队，
以及寒假的客服哦，还有社区大学哦，从即日起暂停上课哦。所以我们高度的建议中央，也强烈的建议中央，对于违反居家检疫规定，都可以考虑给他遣返回原居住地。副总统赖清德也呼吁民众配合扩大隔离的防疫做法，强调指挥中心严格防范，一定要看到这个防疫的效果。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已经采取部立医院只出不进，而且有9家医院进行区域联防，这个策略会有效果，请大家不要恐慌。赖清德强调，面对疫情第一波大型5000人的隔离，唔免伤过惊吓。而地方的政府也唔敢放松，拢真注意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下一步。记者综合报道。特别到旧历的过年啊，是愈来愈侪人回来到台湾，昨落要到4000人入境，今仔日可能有2700多人。也因为入境了后要进行居家隔离14天，数一个50多岁查甫人，顶礼拜一带入去防疫旅馆了后，却失去联络。警方甲门弄开了后，才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死去啊。目前初步认定讲，伊的死亡原因不是因为武汉肺炎。走回来才发现，里面好多警察、救护车，对，一台救护车。警方甲卫生局人员大阵人出现，附近点头也感觉真无平常。台南市卫生局证实，等来台湾进行14天居家检疫的查甫人，伫防疫旅馆雄死亡。饭店跟他做关怀的时候，并没有回应，所以说昨天晚上卫生单位及民政局、警察局等就破门而入，才发现这名男子已经沉尸在饭店里面了。因为旅馆人员送餐了后，发现餐点拢无叮当过，敲门也无反应，入去内底才发现查甫人已经死亡。卫生局表示，这个50岁男性1月15日为澳门登来台湾，入境的时阵摕阴性检测报告，身体无啥无拄好，一直甲2时反映讲有下半身症状的情形，下晡过联络的时阵无回应。迄天暗时发现这个个案已经明显死亡。初步我们卫生局有跟他做一个检体的送验 ，COVID-19 的部分是没有检出哦。年关活络，真侪登来台湾的民众提早带入去防疫旅馆，要赶伫居家检疫14天期满，会当伫29暝围炉甲亲友团圆。依照这个估算，必须要伫27入境。这几天桃园机场入境的人数增加真侪，22上侪有4291人，24入境有3939人，25移步人数原来有2700多人。这次是专程排好日期回来？对，排好日期。那解隔离的时候刚好过年。对啊，就是想说回来过年。有算好，就是跟家人一起嘛，然后看医生。好麻烦哦。怎么讲？不过这个规定的没办法。算好时间要回来过年，例如讲无法度一人一间隔离，就爱订好防疫旅馆。总讲搁较侪无方便，台湾疫情搁清悬，也是袂少人要回来台湾团圆。经过疫情指挥中心的资料，目前全台湾889例确诊，其中境外移入有779例上侪。守护咱国门第一道疫情防线，实在袂使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病院12楼的外科病房，有人胃着病，而且是找无感染源。感染科医师表示，讲武汉肺炎的感染者通常是内科的病人，若准念外科病房有人胃着，可能是受到环境污染。也等于讲，规间病院已经是无够安全咯。指挥中心也要求着5000人就要隔离。就医师也讲，这寡人遐尼多，要监控也是一个大工程。玻璃桃园病院去互感染的人扩大到12楼的外科病房，感染源也搁等待调查。感染科医师认为讲，指挥中心回溯5000个人的隔离，要执行是真困难，应该把这5000个人安排去集中的所在，或者是指挥中心必须要调配有够业卡手来注意隔离者敢是有落实相关规定。玻璃桃园病院明显已经呈现全院拢有风险的状态，疫情的变化比原本预计较复杂。疫情的发展本来就会有些意外，现在看起来是以前认为是安全的地区的病人也被感染了哈，所以整个桃园医院呢似乎是没有安全的地区了，他才会把这整个规格拉高，就变成曾经去过这个环境的人，再过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隔离。医师坦白讲，这家病院的感染事件，该继续观察，敢是阁有本土个案出现。所来阁拄好是旧历过年，海外台商倒来台湾，社区的风险至少会继续到2月底，民众的防疫一定袂当放零。感染科医师认为讲，目前玻璃桃园病院的状况，就哪像当年 SARS 期间的和平病院，原来环境可能早就已经去互污染，才会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如果是医院的环境有被病毒污染的话，包括电梯的按钮、包括门把、包括你的桌面或者是电脑键盘，如果被
病毒污染的话，没有跟那个病患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形之下，你也可能得到感染，所以环境可能造成的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医师认为讲，就算疫情扩散，毋过也是无建议赴院，避免无风险的人因为安尼去互感染。毋过拄好是寒人，若是依赖环境已经去互污染，病毒伫咧环境活的时间可能会较长，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避免感染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咧桃园出现本土疫情，真侪科技公司就量早安排，亲像鸿海集团就要求住伫桃园的员工莫去到别位，直接去到桃园的厂房上班。另外，丰达地的桃园厂是对顶礼拜四开始要求一般的员工就要施行伫处理上班的规定。另外，生产线的作业人员算是照常上班。如果你有接触敏感的地带，就不要来上班。鸿海桃园厂区下晡陆续有员工转来，不过门禁真严，入厂一律量体温，强制要求挂喙安。因应桃园本土疫情爆发，鸿海集团的防疫做法升级，要求住伫桃园的员工，若是需要跨地区上下班，调整位在桃园当地厂区上班。另外，各厂启动网络化分流上班，跨厂区会议改用视讯等等。鸿海桃园厂加强来防疫，员工拢无愿意加讲，不过周边的店头拢真有感觉，讲若是实施伫厝办公，因为生理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实施在家上班，一定会影响啊，因为我们这边是工业区，一定都是靠这些上班员工啊。另外，本土手机品牌大厂宏达电其实早在顶礼拜四，也就是1月21日就提升防疫的管制。宏达电表示，桃园厂会实施到29，一般的员工一律伫厝办公，而产线的员工维持正常来到工厂上班。不过，厂内设施包含健身房加餐厅全部关起来。离工这栋大楼，其他的电子业员工是照常上班。不过，也感受到最近防疫的管制，敢若是愈来愈严格了。不排除你可能要在家上班。或许会的，因为本土的案例也一直增加，所以大家可能造成有恐慌状况。个人或者公司啊，或地方政府，觉得它有一些地方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疫情能够控制得更好，或者让它的一个民心能够更安定，那有一些积极的作为，我们都不反对。另外，IC 虹桥大厂2月更也提前来准备，以分流为主，产线无中断为原则，禁止员工跨区出差。分析师表示，电子业去年已经有防疫经验，台湾厂区主要以研发设计为主，对产能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经济问题。台经院公布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改调整到4.3%，主要是因认为讲台积电有咧出货，而且是做了真好，有机会带动经济成长率。不过，国内出现本土病例，若准是未收煞，可能会影响到国内的餐饮业甲服务业。台经院公布上新的营业气候测验点，去年12月份，制造业对未来景气是真乐观，不过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有降淡薄啊。未来半年的景气相对较悲观，不过台经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还是有盼望，主要是台积电伫小月的时阵出货情形还袂歹，尤其是今年资本支出创下新高，希望会当带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今年如果能够到达那个280亿，那不得了了，增加了100亿，那100亿大概换成大概3000多亿台币，它的上下游串起来的工业那个投资就会非常的多。主计总处乐观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3.92%，中经院3.73%，台经院嘛调高今年的 GDP 为4.01%，调升做4.3%。不过最近爆出本土疫情，恐惊冲击到类似的市场。中央疾病管制中心如果宣布扩大集会的范围等等，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国人在国内消费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学者认为台积电出口会当带动台湾的经济，不过最近半导体大欠货，尤其是车里用的物件要出货，都要等1年的时间。那德国政府希望台积电会当提高产能，当然日本、美国嘛开始有欠货的问题，希望台积电支援。但台积电其实已经在去年的第2季，那么就有告知这个车用电厂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再不下单的话，这个排程恐怕就是会落后在这个行动通讯，还有在高效能运算，甚至是物联网、消费性电子、PC 这一块之后。25台股收盘落72点，收伫15946点，成交量是3511亿，主要是外资持续卖台股超过200亿。吸收万达行情，台积电股价持续走弱，中场落2.4%，收伫633块。不过学者认为讲，世界各国拢伫咧抢台积电的晶片，今年已经有不少半导体厂发出第2波的起价。
建议政府会当运用产业的优势，无定会当以晶片来换疫苗，创造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高雄的轻便铁路，正是开放互民众去免费体检。却因为最近开始歇寒，真侪人去坐车体检，所以拢是无要挂水暗。高雄市卫生局也派人去稽查了后，有民众是去互罚3000块。另外，伫家己的百货公司，也有民众是哪行哪食物件。卫生局也提醒民众讲，若准备食，就爱坐咧食，食散物件，随甲水暗挂起来。这对男女朋友哪行哪食冰，两个人拢无挂喙暗，有的人踅百货公司买物件嘛无挂喙暗。虽然家己的疫情目前较无啥物状况，百货商场踅街的人数也是袂少，不过防疫的警觉敢若有淡薄放冷，嘛互其他踅街的民众真烦恼。里面可能吃东西，他就拿下来，会劝导。如果说他还是不戴的话，就报警。百货商场是8大类的场所，强制爱挂喙暗，若无听口劝，会当罚3000到15000。卫生局提醒民众。食饭若食了，就要把嘴暗水挂起来。呼吁民众不要边走边吃，你就定位，然后在一个地方安全的赶快把它吃完，戴上你的口罩。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民众，戴口罩之外，还是要勤洗手。高雄免费坐轻铁的体检是到2月28，休寒的期间，逐工来坐的人数嘛袂少。卫生局甲捷运公司去稽查，伫蛤蟆城站查到一个30多岁的男性单车的时阵无挂喙暗。是在轻轨的这个等车的地方，不在车厢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让他去搭车了，直接开罚，因为是属于大众交通运输的场所。轻铁的月台虽然是户外开放空间，不过卫生局表示，因为人伫来去。伫轻铁内底要是爱挂喙暗，因为安尼开出头一张因为伫轻铁无挂喙暗的罚单。目前高雄各场所累计开出89张无挂喙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彰化秀水乡的农会保险部的主任替14位亲戚朋友保管这个假金铺甲囡仔，却把这款物件摕去甲农会借钱，金额超过3亿。代志到今已经发生2年了，受害者也骂讲，农会拢无要处理，若唔赔偿，受害者告赢，农会又搁要上诉，因也希望讲农会就要担起责任。百外彰化秀水乡的乡民拿票据去秀水乡农会，要求农会爱给因一个公道。秀水农会来碰失控，配合伊的职员，来犯法，甲阮偷带。叶麦库里讲话是秀水乡的前乡长，伊嘛是受害者之一。其他的受害者嘛真结同抓归类。彰化秀水乡农会发生偷用别人的名去贷款的案件，25早起坐坐受害者甲亲戚朋友做伙去抗议，控诉农会内部管控出问题，毋但无落实放款收信，还佫互受害者的损失真重。我贷5千几万啦，拢偷去2千，佮甲阮告，农会一天叫3、4个查某囡仔。我有挂查某囡仔甲阮敲电话，讲啊恁欠遮多利息，啊你是安怎来无爱来用？这个案件发生在2018年，迄当阵的保险部姓周的女主任涉嫌利用保管亲戚朋友的假金铺啊，还佫有囡仔的机会，偷用别人的名贷款，还佫有领伊的存款。目前已经知影受害者有14个人，金额有甲3亿。这个主任虽然已经红示头路，不过农会甲这14个受害者提出借钱无效的民事诉讼，一审去互驳回。不过农会也是继续提出上诉，还佫要求受害者都要按契约来付贷款，还佫有利息。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签名，章也是他们自己的，只是说其中那个金额填写不是他啦，拿自己的证件不然拿自己的印章来提款其实金融机构也不会说确定你的身份啦。农会表示，上诉是正常的程序，嘛是法律保障的权益。到底谁爱负责任，要是要透过司法的程序来查核清楚。不过，这个受害者是无法度接受，强调农会除了应该要停止行钱的诉讼，嘛要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要替保障乡民的财产安全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的海边啊，大安区马祖文化园区，本地是要做一尊正大尊的马祖，建筑物的底座已经做好势了后，煞是拢放咧远。台中市关务局也配合讲，伫这个场地有提供予学校甲相关的单位来使用，所以来会用 ROT 的方式找民间单位来经营。游客伫海沙堡啊，生甲真欢喜，袂少民众拢是透过网络找到大安海水浴仔附近的景点。不过讲到附近的马祖园区，大概是敢若拢无听过同款。有，
但就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东西啊。然后竟然会有妈祖园区，就跟你如果去大甲，然后没有妈祖是一样感觉。基座虽然已经完工，不过顶头原本要放妈祖神尊的所在也是空唔空，要去大埕楼梯下骹规个拢发草，尤其是感觉真怪奇，这并无对外开放，不过网络顶竟是有3粒星的评分。当地里长表示，基座开6亿的预算，不过因为所在较偏远，除了办大型的活动，平常时也是真少人行骹到。暗时灯光拢有开啦，这灯光开起来真水啊！其他的时阵都无开啦。这电话钱可能我那负担真重啊。交通是一个因素啦，那景点的串联部分的话，就是还要去慢慢的去把它连接起来。台中大安妈祖园区基座伫2017年完工了后，因为议会决议袂当凭公务预算来起妈祖的神尊，所以到今敢若有基座。台中市府表示，已经完工的部分有提供公家单位，也有学校来申请使用。目前嘛积极伫办理外包经营。目前已经有大约超过6500人次来做使用这个场地了。ROT 的方式来办理招商的可行性评估的作业，那预计在今年的7月可以顺利的委外完成。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表示，外包的厂商爱连带做妈祖的神尊，希望结合民间投资的力量，带动观光发展。不过要安怎吸引厂商来进驻，也是一个真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欧美国家的疫情犹原是真严重，真侪民众是对政府失去耐性，伫荷兰着各路的城市发起示威活动，超过240人去互抓起来。那讲到英国伦敦是出现300人的非法群聚，另外伫巴西民众因是要求因的总统波索纳罗就要为着防疫问题来落台，另外墨西哥因的总统也来较紧咯。67岁的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24发文章表示，家己确诊新冠病毒，目前镜头是正紧等咧接受治疗，但是保持乐观，积极面对。根据路透社的统计，墨西哥已经有175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得要突破15万人，占全球的前几名。排伫伊头前的有美国、巴西、印度这人口加出几落倍的国家。虽然当局一直苦劝讲卖规定做伙，但是当地人也是真欢喜伫庆祝耶诞节甲新年，致使到1月份确诊死亡人数快速升悬。另外，全国将近900万人确诊，21万人死亡的巴西，民怨愈来愈激烈。顶礼拜六要求单届总统波索纳罗的示威，伫里约圣保罗全国真侪城市连续进行。Menosprezando vírus que está matando, hoje matou mais de 215 mil pessoas no Brasil. E ele nega, chama de gripezinha. Eu perdi 23 amigos de gripezinha. 波索纳罗为了经济，一直唔肯封锁，讲新冠病毒只是小感冒。按过国家陷入第2波疫情，也佫出现传染力更加强的变种病毒 B1128，疫苗进口到分发效率正差。目前亚马逊州，特别是州首府的马瑙斯，医疗资源差不多无法度运作。即马连麦支持伊的右派团体拢行上街头。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讲波索纳罗的支持度为顶个月37%，落甲剩31%，创下单月落上济。无满意伊施政表现的是增加到4成。若是欧洲的荷兰加强版防疫措施上路，包括着暗时9点到过灯工4点半宵禁，违反的人会罚钱，这严格措施，这是2战以来头一届看。全国真侪城镇出现严重的抗争，有示威者趁机会抢商店，还佫放火，一共超过240人被逮捕。另外，还佫伫第3遍封锁的英国，警方又佫查到非法规定伫开舞会，即届伫哈克尼区的现场，拢总有300多人客伫红麻麻的空间伫跳舞。民众离开现场的时阵，甲警方相挨相杀，虽然无人被逮捕，但是当局开出78笔相关的当罚200英镑的罚单。过去1个月，伦敦警方查到几多遍的大型聚会，包括着一场150人的婚礼。当局批评讲，违规人实在是自私自利。另外，当讲防疫模范生的纽西兰，隔2个月外佫出现本土病例，是一个56岁女性。去年12月30为澳洲回国，强制隔离2礼拜的期间，2遍检测拢是阴性。1月13，解除隔离登出了后，去过北岛28个所在，因为出现镜头22个检验，24确诊，25证实是感染到南非变种的病毒。感染源应该是甲的防疫旅馆同一层楼另外一个回国的旅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
那讲到自武汉肺炎疫苗比例上介悬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咯。已经有1/4的人注到疫苗，今日开始要予16岁至18岁学生囡仔来注，希望会当赶紧来恢复上课生活。另外，澳洲政府也已经批准辉瑞疫苗，按算伫2月底就要开始予民众注啊。 将比起来接受工作人员的注射，伫疫苗注射的所在出现真侪学生来排队。趁着开学进前，以色列政府下令，替16到18岁学生来注射这个疫苗，想要让少年学生若是开始上课了后，用准备高中甲大学的入学考试。 הגעתי לפה כדי להתחסן, אני לומדת בתיכון בי"ב וזה חשוב שנחזור לשגרה, ניפטר מהקורונה כבר, שנחזור לפגוש את החברים, ללמוד כרגיל ולא בזום, כדי שנוכל באמת להצליח בבגרויות שלנו ובלימודים. 全球已经有真侪国家开始伫注射疫苗，人口大约900多万的以色列已经有1/4的人注射头一剂，注射率是全球第1名。另外，为着防堵变种的病毒株，政府也超前来准备。 אנחנו סוגרים היום את נתב"ג. בניגוד למה שאומרים, אנחנו מקדימים את כל העולם. אף מדינה לא עשתה את מה שאנחנו עומדים לעשות. 机场内底拢无啥人，因为以色列总理宣布，对26透早开始1礼拜内的出入境班机取消，除了迄温消防甲医疗、人道的救援无伫管制范围。 And we are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in the handful of countries to have gone through that comprehensive and thorough process here in Australia to ensure the approval of that vaccine. 澳洲正式批准使用辉瑞疫苗，预计对2月底开始，替高风险的人士甲前线医护人员展开小规模的注射，预计每礼拜会用注射8万剂。另外，疫苗大抢供应后，予伫全国注射计划爱到今年10月才发度完成。 另外，埃及的伊斯美利亚病院外口出现真侪排队的人，疫苗注射计划开始头一天，首先接受注射医护人员，使用是来自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疫苗，由中国国家药监局认证。头一款的国产的疫苗保护力达到79%，即阵已经批准上市。当时埃及卫生部宣布，已经对各种的管道预约其他3种疫苗，总共1亿剂，要予全民来使用。 真大字写着苏普尼克 V， 一个货柜箱运到匈牙利机场。西方国家一向对俄国生产疫苗无啥信任，不过为着对抗疫情，匈牙利政府批准使用，加做欧盟头一个许可的国家。俄国最近积极推销家己的疫苗，即阵拍入欧洲市场，可能借此提悬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公司新闻王票文编译。 世界经济论坛按算伫瑞士时间25至29连续举行5天的仪式，在今年焦点是放伫疫情时代发展。会议的开幕式是由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视讯的致辞。另外，伫英国的律师会也发表一份报告，伊认为讲较好嘅国家拢真有资源，唔那安尼也甲防疫资源占掉咧。 英国《金融时报》引用律师会讲法，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统计指出，总人口大约10亿的高所得国家，即阵已经掌握的疫苗数量大约42亿，占现阶段已经有的数量达到74%。而其他的20%外，大约是6亿7500万剂，受总人口60几亿的中低收入的国家去竞争。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真侪国家合作的疫苗分享机制 COVAX， 原定目标是今年底进前掌握疫苗数量爱达到20亿，不过即阵为止，敢若达到目标一半加一点仔。原因是好嘅国家经由私底下的双边的合约，用关价伫国际市场来扫货。律师会认为应该经由真悬的税率重新来分配这个财富，用有钱人的钱来买疫苗予中低收入的人。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10 billionaires made $500 billion in that period, which would be enough to prevent anybody across the world from being pushed into poverty, and would be enough also to pay for a vaccine for everyone. 你讲这时间，即要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焦点拢是这波疫情。根据主办的单位研究，新冠病毒疫情加速第4摆工业革命的脚步，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各国拢要封城来防疫，又要维持重要的政治甲经济活动，所以讲数位化科技进展幅度更加大、更加紧。亲像以人工智慧 AI 配合资料分析。 互决策的单位有更加完整的资讯，用有效应用疫情的追踪甲疾病的治疗。当然，好嘅国家数位化程度甲速度一定赢过中低收入的国家，互啲数位差距更加扩大。
另外，联合国的贸易甲发展会议也提出数据显示，整体疫情的发展依然充满无确定性，造成各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 大幅来下降。2020年比2019年大幅有42%，今年大幅也在5%到10%中间。其中已经开发国家受伤是上较严重，亲像美国的 FDI 衰退49%，反倒当是开发中国家却是上升的。印度 FDI 起伏达到13%，中国有4%。2020年 FDI 金额大约1630亿美金，超越美国1340亿美金。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台湾家己开发的卫星保次甲玉山这2粒卫星，伫24暗时顺利发射。太空中心表示讲，本地按算伫25载起会当收到卫星的信号，不过到今也是收无到。说是伫咧国外有真侪所在已经有收到这2粒卫星的信号啊。台湾这边会继续调整甲支持。3, 2, 1, 0。最后算时间，火箭到达升空，现场充满大量烟雾。团队成员欢喜欢呼，见证火箭发射的时刻。经过天气安全检查等因素，几摆延期了后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总算伫台湾时间24暗在1点顺利升空。在2分36秒，第一节和第二节会进行分离。2分40秒，第二节的引擎会点火启动。2分51秒，整流罩会分离。猎鹰9号火箭即摆搭载143粒卫星，数量创美国太空史上新高。台湾团队研发的玉山甲飞禽2粒离方卫星也加入制作行程，顺利进入高度大约525公里的卫星轨道，有鼓励5早起10点到暗时8点外，会当甲台湾的地面接收站通联。台湾的地区它的一些先天的条件限制，我们还没有收到它的讯号，但是国外的一些地面站跟一些业余的一些卫星的一些追星组，他们已经收到我们的讯号，所以表示我们的卫星上面的电池跟天线应该是打开了，但是我们还要经过解码。整个的卫星的轨道的定轨稳定之后，我们才可以做一些讯号的传输。在海外的那个业余无线电的很多站台收到我们讯号，我们也去分析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确定说他们确实有收到我们卫星，自己的站没收到，可能原卫星离我们地面站的距离就是比那个之前我们在地面测的时候实质距离当然就远很多。地面站这边把讯号放大的那个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实验看看。太空中心指出，玉山甲飞禽卫星早起拢无甲台湾的地面站通联成功，也毋过海外有未少地面站收到符合信号频率，代表卫星也挂着。学者也说明，卫星升空了后，可能会拄到翻滚位置甲导早起等各种状况，接落来也会继续调整设定，把握每一摆卫星射到台湾顶面的机会来进行通联，也期待赶紧传出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咧滚假，辛苦的医护人员也着爱照顾家己的安全。台北市关团局自去年开始，就甲旅馆业者合作，设一个警消医护加油站，互相关人员会当暂时去住旅馆，也较袂畏病互厝内面的人。自去年3月份开始，台北市设立警消医护加油站，互有接触到患者的高风险人员，会使暂时住入去旅馆，避免畏到厝内人。最主要还是那个心情呢，就是好意，就是提供给不放心的这个医护人员，那他也许家里不太放心等等，那么就有地方可以去。桃园疫情向加悬，阁有大约40个病人甲陪病者对桃园步入病院刷到台北市的病院，对第一线医疗人员的信心拢是挑战。旅馆业者表示，对过去来看，需求确实有增加。根据联合病院医护人员去年的统计，拄开班时根本无人入来住。伫5、6月份疫情较严重，有升悬。统计到12月份，计共有200挂的人次来使用。其实从刚开始的时候推广，其实它实际上的使用率是没有那么的高。然后那到了其实随着疫情慢慢它其实变得比较严重之后，那它的使用率其实有明显的提高。那大概其实平均每天都会有1、2张的订单。伫遮虽然不是防疫旅馆，但消毒比较防疫标准。目前总共有6间医护加油站，提供400挂间房间，互医护警消人员通用优惠价数随时入来住，避免无势力去畏到厝内人。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
学校开始休刊，学生囡仔也开始参加一段营队活动。不过最近疫情开始较紧张，嘉义市政府即马是要求囡仔逐日就要写一张活动行踪记录表，若准有状况发生，随时就当处理啊。学生囡仔等是伫营队合适的成果，休刊期间，嘉义市内有开设将近100多种的营队课程，提供囡仔另外合适的机会。他上了教我们怎么做爆米花，然后食材要哪几个，还有时间，等待的时间。不过，这阵啊疫情较紧张，嘉义市政府开始要求学生逐日填写记录表，以防突然发生的状况。因为就是可以方便到时候看是要调查还是要怎样。透过这一张轨迹的记录表哦，能够详实的记录孩子在寒假这段期间哦，去过哪些人潮聚集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他能够在这张记录表上面的呈现哦，能够确实。虽然各校营队有继续来进行，但是国中甲高中一寡课程为避免发生校园群聚，有的已经调整时间，嘛有的直接取消。寒假的一个辅导课啊，我们1、2年级，我们今年也是暂时的先停办，以让这个疫情啊，其实尽量减少群聚的一个状况。离旧年过年的时间是愈来愈晚，返来南部的人嘛是愈来愈多。教育处呼吁，希望家长甲学生避免前往人侪的所在，确实做好防疫的工作，避免开学了后学校出现疫情。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有家长团体伫今仔日举行记者会，认为部分县市家长所纳的营养午餐费，大部分的钱拢摕去请人煮食，实在成本一顿却不到17块。认为政府就爱立一个专法来管制营养午餐资金的用途。午餐专法尽速推动。大城法考后，家长团体希望政府重视部分地方县市的学生营养午餐实在成本长期过价问题。家长团体指出，有的县市家长逐个月交700的餐费，也毋过这笔费用需要付比3金管薪水等管销费用，这扣落来，甚至出现一顿的实在成本无到17块的情况。批评只用2罐养老多的钱，安怎会当买到国产猪肉给学生食呢？有些南部地方的学童2年都吃的是冷冻的鸡肉，这个营养师认为这样是均衡营养不足，也是觉得非常夸张的问题。校长付的费用跑到哪里去了？可能付的是检验费。我们下游检验费，这个都就是每个学校1年要花一笔的时候，经年累月下来也是很多钱的。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设立营养午餐的专法，并且将家长缴的费用75%用在实在上。希望赶快让食材能透明化，然后呢，让家长缴费的部分能参与在食材的比例提高。再来第2个就是营养午餐要立定专法。家长团体也建议，日本是将家长缴费100%用在实在来源，并且由政府补助相关人事费用，解决经费互相影响现象。台湾立法上也应该朝向这个方向行。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乌日的焚化炉，伊的回馈金应该有一部分是直接补助予乌日区16个里，加伫咧水钱的本所清洁费内面。对今年开始户口若准设伫乌日有满3年的民众，大家人逐年拢会当摕到300块的现金。有的人是真赞成，却有人认为讲安尼较袂好。自2021年元旦开始计算，台中市乌日区的民众只要设籍满3年，每人拢会当领300块的回馈金。这笔钱原底是用伫随水费征收本所处理清洁费，经过乌日区16里的里长决议通过，改做补助每人每年300块的水电费，现金直接汇入户头。那因为每个家庭的用水量不一，16里的里长联谊会开会决议啊，就希望说，那就应该不要用这种齐头式的平等，那改成就是说每人300块元的可以就做水电的补助。乌日焚化炉当年2500万的清洁费回馈金，原底是拨予台中市环保局，即马直接变做现金予民众。尽快的改变主要是原底的补贴方案，予民众无感觉，也形成用水哪济补助哪济无合理现象。以后清洁费你纳愈济，拢咱这个回馈金甲付掉，伊无感受讲咱就有甲回馈，嘛会互咱的里面感觉对水的部分会去较欠安尼啦。
里面反映无共，有人感觉互现金好，用水量悬的，感觉补助随水费征收、粪扫处理、清洁费开好。感觉若像安尼划算是，是毋是扣出来水较会好？现金来补贴互咱家己吼，咱才有感觉讲，政府有回馈互咱。这项决议伫1月20公告，初步估计乌日区有76000多人会当领这笔现金回馈金。李林长协助款申请书3月开始受理申请，有计5、6月就会当领到补助款。记者综合报道。有手机了后，公共电话强要变作是高档路。伫台南林德有一个车头公园，因要找这个旧的公用电话放伫内面，真正变作是大家人来遮翕相的好所在。台南市仁德区的车站公园，因为有真侪铁路的设施，请侪驾驭火车的人来遮翕相、佚佗。即马为着要互设施更加丰富，特别设一个公共电话伫公园内底展示。电话是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向我们立委陈廷飞提出申请，请他帮我们向中华电信，是不是可以拿一部那种报废的电话来这边作为装置艺术。早期台湾甲电信网络延伸到乡村，佮偏远地区，拢提供公用电话。在新乐佮艰苦的建设过程当中，在地民众往往是会出钱出来协助。不过，为手机兴起了后，公用电话使用者是减真侪。中华电信也因为维修的成本是真悬，计划当年甲旧的公用电话撤掉。NCC 为着要照顾偏乡的通信权益，有一寡地区也是有适量的公用电话，但是这台电话因为线路的问题，所以无法度通话。李长嘛提醒大家，千万莫落钱入去。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支比较适合的老式的电话也特别提醒大家，这支电话是作为装置艺术使用，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伫这个大家拢有手机的时代，是真罕得看到公共电话透过车站公园的设施，会当互咱想到过去的年代。记者综合报道。资深的广播人员毕金已经食到90岁矣，在今仔日登去做先啦。伊伫中广服务超过40年，毋但受到金钟奖的肯定，也扛甲出真侪后辈。这消息一出来，真侪人也真感念伊的付出。真老年歌伴大，透过着广播将优美的声音传播给听众。伊就是资深广播主持人白银。25传出过身的消息，享年90岁。1949年，白银对着军队来台湾，伫中广服务超过40年。伊捌主持《快乐儿童》的节目，以《快乐儿童》获颁第3届金钟奖的编导奖。1994年，阁获颁金钟奖特别奖。中以前对员工大概都有认股或发股票所以他算是股东。所以我记得我在前面主持股东会，他坐在第一排这样那我那个主持完还跟他打个招呼赵少康回想白银是中共的老员工，也拢会倒来中共开讲，阁会参加股东会。尤其是伊过去以快乐儿童节目教袂少囡仔发声的技巧，袂少广播甲媒体人拢嘛接受伊的训练。亲像媒体人李干秋，伊就想起进前伫广播金钟奖的活动，捌甲伊的文书白银讲甲真欢喜，即马讲来当留伫心内。跟白银阿姨的缘分是小的时候一段，大学的时候一段。因为他说他要去美国跟他孩子嘛一起住，这样，所以我就一直以为他在国外，听到消息很惊讶，也真的非常遗憾。其实白银阿姨挺严格的，连刚开始都盯得比较严。我觉得白银阿姨说真的，她一生有很多的学生，然后我觉得她一生就是把她的最美好的声音就奉献给这个世界。较早是上位的音乐教官白银，1950年因为一封中国来家书，互人讲是通匪，变作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关超过180天，最后得到冤家赔偿70多万。这个案互伊遭司法单位真侪抓。姐姐的给我的信，知道就说我是匪谍嫌疑啊。我在他们问话当中他说是一定要承认我是匪谍。因为白银信访回教告别式会伫拜3、27伫台北清真寺举办。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2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5度。
南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东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一时间再会。